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睇到好感動，同時亦被深深療愈嘅書。呢本書叫做《孩子，你是我最幸福的一堂課》。呢本書我好多年前睇咗，當時俾咗我好多提醒。做父母嘅勿忘初心。好多人以為父母係生養孩子嘅人，所以父母必然係去教導、去灌輸知識俾嗰個乜都唔識嘅細路嘅大人。但呢本書話俾我哋聽，其實每一個嚟到呢個世界嘅孩子，都係帶住一個獨特嘅課題嚟教導我哋呢班自以為是嘅父母，學識好好做人，成為更好嘅自己。今日我哋放慢腳步，一齊用心去聽聽呢幾個發人深省嘅故事。第一個故事，主角呢位小男孩係第六型黏多醣症患者，身高3尺，嚴重視障，關節僵硬。原本預計最多只能活到20歲。黏多醣症係罕有遺傳病，患者因為缺乏分解黏多醣嘅酵素，導致黏多醣不停累積，影響細胞正常功能，令各個器官、骨骼、關節、呼吸道、神經系統、視力受破壞，嚴重者會失明。如果冇藥物嘅治療，壽命一般唔會超過20歲。常見嘅症狀包括身材矮小、頭顱變大、關節變形僵硬等。部分患者還有嚴重智力障礙。呢位男孩嘅爸爸原本對兒子出世有住好大嘅期望，因為佢自己出身單親家庭，所以佢好想第一胎係男孩子，可以長大後保護屋企人。結果願望成真，第一胎果然係男孩子，佢哋全家都非常之開心。但慢慢開始發現兒子四肢發展緩慢，頸都特別短。經過好多次嘅求診檢查，終於喺3歲嘅時候確診患上呢個罕有嘅遺傳病黏多醣症。呢位小男孩6個月大嘅時候做過小腸氣手術，3歲嘅時候都做過。之後佢喺幼稚園返學，正常學習。唯一唔同嘅就係佢由高班開始就冇再長高。佢父母覺得係時候同個仔解釋佢嘅病情，希望佢對未來有心理準備。爸爸同男孩子講：你唔會再長高㗎，第時啲同學唔會再累一齊玩，唔會累一齊打波，仲有你可能20幾歲就會死。爸爸考慮到小朋友冇玩伴係一個大問題，於是佢就培養佢一啲可以自己玩嘅興趣，例如讀書同埋用電腦。小學嘅時候，爸爸幫孩子揀咗特殊學校，希望有更好嘅照顧。除咗照顧比較好，特殊學校裏面因為有好多唔同限制嘅同學，亦都擴闊咗呢個小男孩嘅眼界。因為佢行動同學習上都表現較好，幫助佢培育自信同埋幫助人嘅心。中學嘅時候，佢返去主流中學，但係視力亦都開始變差。爸爸因為發覺兒子中意讀書，專注力好強，於是一直都有協助佢做功課同埋讀書。讀書方面問題不大，但係醫療費嘅開支每年可以高達4至500萬。為咗籌謀醫藥費，呢位爸爸同病友家長組織咗一個遺傳病互助小組，開始搞一啲籌款活動，好似音樂會、出書、遊行等等。佢同埋個仔一齊去面對傳媒，為同樣有需要嘅患者爭取權益。後來有藥廠研發咗一種新藥，可以俾黏多醣症嘅患者用，可以延長壽命。當時只有3個名額可以免費試藥，呢位爸爸幫兒子爭取咗其中一個名額，可以免費試藥。而後來政府都終於將仔仔嘅罕見病藥物納入藥物名冊，佢哋可以全額資助免費用藥，藥費搞掂。但係另一個問題亦都出現，就係仔仔嘅眼疾問題越嚟越嚴重。中3嗰年，佢嘅視力突然間衰退得好快，用放大鏡睇書都唔得。於是爸爸就幫佢改方法，後來透過盲人輔導會買咗個投影機，將字體放大7倍，於是佢個仔亦都可以再次讀書。可惜好景不長，中4下學期，兒子頸部神經線被頸骨壓住，隨時有死嘅危險，於是就要做手術。手術之後，亦都需要大半年嘅時間先至可以出院。期間因為抽痰太痛苦，又只可以喺病床上講唔到嘢，食唔到嘢，唔行得，又唔可以返學。仔仔都有萌生過自殺嘅念頭。好彩爸爸幽默咁講：你要自殺都唔係屋企跳樓，會影響樓價，要跳就去第二度跳啦。
其實爸爸專登咁講，因為佢個仔嘅身高根本就唔夠高，爬窗跳樓，佢專登用呢個激將法，想仔仔面對反現實嘅問題。仔仔亦都明白抱怨係解決唔到問題，於是積極面對。爸爸話最難受嘅其實係睇住兒子身體不適，視力越嚟越差，自己就咩都幫唔到。出院之後，仔仔想追返進度，參加會考。呢位爸爸又諗到一個好方法，就係主動聯絡記者做訪問，希望招募一啲可以幫仔仔義務補習嘅導師。結果有11個導師響應，輪流上門幫仔仔免費補習。結果仔仔會考攞到18分，可以入到副學士，然後再轉返去城市大學完成學士課程。仔仔畢業後得到中電公司請佢。為咗佢可以好好返工，佢爸爸幫佢諗咗好多方法。佢視力唔好，睇嘢唔清楚，為咗佢唔好搭錯車，佢爸爸叫佢喺心口嗰度寫上巴士個號碼，咁巴士司機埋站嘅時候就會叫佢上車。食午餐方面，佢因為喉嚨有個造口，唔方便同同事食飯，佢爸爸就同佢先去公司附近探路，熟悉環境。又因為佢睇唔到餐牌，佢爸爸就教佢入到餐廳就叫 A 餐。本來兒子一出世嘅時候，醫生講過呢個病唔能夠活過20歲。爸爸話見到個仔讀到中學，已經覺得係一個奇蹟，從來冇諗過佢會讀到大學，仲可以飲到嘢做，一切都係得來不易。因為爸爸一早接受現實，同個仔一齊並肩作戰，無論係醫療、學業、求職上，都主動出擊機會，先至做就今日嘅結果出嚟。面對苦難，呢位爸爸冇埋怨，佢覺得人生就好似一罐雜果，唔好妒忌人哋有多啲橙，自己有多啲蘋果。兒子嘅重病令佢體會到，真正嘅父子關係係喺個仔成年之後，佢仍然有機會攬下佢，幫佢洗頭、着衫。兩父子成日傾偈，佢感到十分欣慰。第二個故事，因為小朋友嘅媽咪本身係一個典型中產精英媽媽。懷孕嘅時候就已經有一套栽培孩子成才嘅計劃，包括讀邊間幼稚園，要選擇一條龍嘅小學，可以直升中學，大學又要去外國留學，擴闊視野，將來要成為一位專業人士等等。但係人生並唔係咩都可以計劃，仔仔嘅出現徹底改變咗呢位媽媽嘅計劃。仔仔患有罕見病威廉氏綜合症，令智力受損，更加有心臟問題。6歲就已經做過2次生命有關嘅心臟手術。喺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呢位媽媽就已經覺得呢個小朋友好難湊，餵奶要花2個鐘，夜晚又唔肯瞓，手眼唔協調，小肌肉發展、反應等都比其他同齡嘅 BB 落後。最後做咗一系列檢查，確診咗係患有威廉氏綜合症，由懷疑到確診患病，總共花咗10個月。喺確診嗰刻，媽媽反而心境平靜，覺得解脫，只花咗1日嘅時間就完全接受咗呢件事。於是佢就積極去安排，睇下有咩可以幫助小朋友將來過得更好。媽媽話佢唔會嘥時間去諗，點解偏偏選中我呢啲問題？咁樣諗只會於事無補。佢寧願集中精神幫聯好好計劃之後要做啲乜嘢。因為香港呢個病嘅案例非常少，好多問題佢都拿唔到答案，於是佢就自己上網查資料，發覺外國比較多呢個病嘅案例，於是佢就斷過好多外國資料，終於明白仔仔點解夜晚咁難瞓覺，原來佢對聲音好敏感。另一方面，呢個病有一個特質，就係患者唔怕生保，中意同人交際，但有時會太過熱情，需要媽媽嘅教導。媽媽為兒子爭取入特殊學校，佢覺得呢個係最啱嘅決定。媽媽喺網上發現咗外國有威廉氏綜合症患者家屬發起嘅組織，佢喺呢個組織入邊認識咗一個醫生。呢個醫生個女都係患者，帶佢讀到大學。呢個對媽媽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勵。等佢知道，就算患咗呢個罕有病，小朋友都一樣可以有將來。雖然媽媽照顧仔仔好辛苦，但佢帶住一個盼望，努力裝備兒子，讓佢將來可以過得更好。呢位媽媽話佢以前做嘢一定要有周詳計劃，
所有嘢都要按部就班，絕對接受唔到突如其來嘅事，打亂晒工作同生活嘅秩序。但自從有咗呢個仔仔之後，佢明白唔係所有嘢都可以按計劃進行，學識放慢步伐，冇再過於執着，要留多啲彈性俾自己同埋屋企人。佢唔再好似典型家長咁期待兒子事業有成，反而希望仔仔可以幫助同類患者，為佢哋嘅屋企人帶嚟鼓勵作用。第三個故事，呢位小朋友佢喺5歲嘅時候被診斷患上左全球只有200幾宗，香港只有10幾宗嘅遺傳性 CFC 綜合症，罕見程度係連中文病名都冇。呢個小朋友嘅父母都好中意小朋友，兩年抱兩。家姐正常，仔仔就患上罕見病。仔仔細個嘅時候就已經好難湊，飲奶會狂嘔，每次餵奶都要花好長嘅時間。呢個病嘅小朋友頭會比較大，眼睛分得比較開，眉毛稀疏，頭髮捲曲，皮膚粗糙同埋厚。一般身形細小，容易有心臟問題，而且有學習同埋發展障礙。患者神經反射系統發育不良，導致吞嚥困難。腦部發展遲緩，會引發腦癇，一般壽命只有10至20歲。呢位仔仔7歲嘅時候，吞嚥仍然困難，只可以食稀粥。佢腰骨亦都有啲歪，坐低嘅時候需要安全帶輔助，出入亦都需要用輪椅，仍然未識講嘢，從未叫過一聲爸媽。表達自己嘅方法只有笑同埋喊，智商好似幾個月大嘅 BB 咁。媽媽曾經因為照顧仔仔太辛苦，情緒低落有抑鬱症狀，幸好爸爸嗰段時間學緊催眠治療同心靈治療，對自己嘅情緒意識提高咗，知道幾時會就快爆煲，就要立即處理情緒問題。兩公婆開頭都好積極帶仔仔去接受唔同嘅訓練，但可惜仔仔2歲嘅時候，評估仍然只係得6個月大 BB 嘅反應同發展。兩夫妻感到好無奈。媽媽當時情緒低落，成日都會自責，懷疑自己懷孕嘅時候有咩做錯咗，或者仔仔出世之後照顧得唔好，先至會有問題。仔仔細個嘅時候身體比較弱，成日都發燒、傷風、肚屙、抽筋，成日進出醫院。頭幾年都睇唔到原因，去到仔仔5歲，遺傳科醫生幫佢做咗2個血液測試，都查唔到原因。不過憑住孩子嘅外表、樣貌同特質，就診斷佢患上 CFC 呢個病。父母知道仔仔個病之後，既開心亦都傷心。開心係終於知道係咩事，媽媽唔使再懷疑自己，唔使再自責。傷心就係呢個病係冇得醫，因為仔仔成日都要出入醫院，佢兩夫婦都開始接受呢個狀況。爸爸仲將自己訓練到好似個醫護人員咁，唔再經常帶住傷心嘅情緒，可以冷靜咁樣面對。另外，爸爸亦都會用心傾聽太太難過嘅情緒，從中幫助太太走出情緒輪迴，等佢可以更積極面對仔仔嘅病。加上有信仰嘅支持，佢哋開始積極面對仔仔嘅狀況，亦都時常向好個方面諗，同埋練習感恩。喺感恩嘅時候，佢哋發現其實身邊好多助人小天使，別人嘅一番說話，一句加油，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鼓勵。加上懂事嘅女兒會幫手照顧弟弟，呢啲都係讓佢哋兩夫婦感到好大嘅鼓勵，變得更加堅強去面對一切。仔仔嘅病讓爸爸重新反思工作嘅意義，佢決定調整自己嘅人生目標。佢認為佢自己家庭經濟環境都唔差，但係照顧仔仔嘅時候仍然感到非常之吃力。如果仔仔出生於基層家庭，咁父母就應該更難去照顧。於是佢想幫助呢啲基層家庭。呢位爸爸創辦咗點與線網上平台，同大眾分享身心健康資訊，而且提供心理諮詢服務。服務嘅收費扣除成本開支之後，會捐到基層組織，發揮助人自助嘅精神。爸爸話：神安排咗仔仔去我哋屋企，一定有佢嘅原因。如果冇仔仔嘅出現，我哋都冇諗過要幫助其他人，因為我哋都會同其他家長一樣，只會緊張仔女嘅學業同埋放假去邊度玩。
佢相信冇經歷過痛苦就冇機會去成長，冇成長就冇能力面對挑戰，亦都冇幫助他人嘅能力。呢三個故事令我諗起早幾年好興講嘅贏在起跑線，贏在子宮裏。父母都期望孩子成績要好，身體要強壯，未來要有成就。但係呢三個故事都話俾我哋聽，好多事情都唔會按你嘅計劃出現。當計劃不似預期，我哋要好似呢幾位父母咁，唔好浪費時間去抱怨，盡快接受先係最好嘅選擇。面對病患，其他一切都顯得唔重要。生命嘅價值從來唔在於你走得幾遠，而係在於你可唔可以喺當中看見愛、感受愛及成為愛。父母成日將我為你好掛喺嘴邊，但其實好多時我哋只係將自己嘅焦慮、未完成嘅夢想強加喺孩子身上，孩子用佢嘅不完美打破咗父母嘅虛榮心，佢哋用純潔無瑕嘅愛去提醒返我哋，健康永遠先係最重要。聽完呢三個故事，有冇覺得有啲傷感，但同時又覺得溫暖呢？孩子，你是我最幸福的一堂課呢本書，表面上寫緊孩子嘅脆弱同疾病，但本質上佢係一本寫俾父母嘅靈魂覺醒指南。每一個嚟到我哋生命中嘅孩子，不論健康或疾病，聽話或叛逆，其實都係一面鏡，佢哋投射出我哋內心嘅恐懼、自私同執着，同時佢哋亦用最純粹、最無保留嘅愛去修補我哋嘅心靈。呢本書最核心嘅信息就係想帶領我哋一班家長同大人去重新思考成功同幸福嘅定義。如果大家聽完上集呢三個故事，已經覺得好有共鳴，好想繼續聽埋另外三個家庭點樣喺逆境中活出積極樂觀嘅人生，請大家留言話我聽，你哋今集有咩得着？我哋下集再講埋剩低嘅三個故事，我哋下次見，拜拜。